常有戏，非常有意。大家好，我是思源。阿拉本周呢，继续为大家带来宋庆亮的演艺节目。今朝的乐节专场，为大家带来不仅有的翡翠节目，还有的交关演员各式各样的才艺表演，让广大的观众呢能够看看那个多才多艺一面。好了，闲话不多讲，阿拉先看节目。是升到必经之路，你我男女同饮，恐遇不便。你看太阳已经西下，你我不鸟到而饮，此次在他上层迎来，瞧不起，避开我鸟当营，柳絮轻扬风破面，
过了，单单演出越剧不能完全展示这眼越剧青年演员的综合实力。大家呢只不看了一面，对吧？阿拉要看了另外一面，多才多艺一方面。接下来两位演员才艺表演，来，请看。穿越红尘的悲欢惆怅，和你贴心的流浪，自桃边野的青山和荒凉，有你的梦伴着花香飞翔，心相印你痴狂，此爱天下无双，谁的影子，谁的光光，只是过往时过往，心相印你痴狂，此爱天下无双。如果还有贴心的流浪，枯萎了容颜难遗忘。不错吧？这个越剧的新生代的演员真的不错啊！好，接下来阿拉再来看一段越剧经典唱段《三五里送行》，由吴淑菲和范婷婷来演唱。哎，大家万万没想到，范婷婷啦，伊演唱圣戏，哎，不晓得伊搿一次反串演唱究竟呢？一面醉，一面看，一面问心。平常生活不在家，这里相邻。这里面可有人
妹妹爷妹我怀你，你不知我想你，你不见我你实话，你不回答我。实的都是非妇言，哦爷妹啊，我是一见在钟情你，弟子你可否将我念？我是一见在钟情你呀，你我正好相爱恋。范丽玲的武术片呢，唱的是不错，尤其对于伊拉来讲呢是基本功，那外的才艺补充还是必不可少，所以伊拉呢还学了不少其他的才艺，看到好吧？阿拉一道来欣赏一下武术片的范丽玲分别带来的节目。不散风呀红军
注定，不如天不如命，但求有生死共作證，但求有生死共作證。为了侬个幸福，为了侬将来日节更加好过，一定要嫁给马文噻，山多我生山一落，我道路我生山一落，哪个山跨落？一战上我找王某某，陪我黄某都罢了，实被我黄某，方为放过的神医呀咯。学生营呢，大家侪晓得是越级界的经典唱团，所以有交关演员呢会得争相模仿。这个一次呢，青年演员
皇上上特陈思阳大胆的尝试了这个一段经典唱段，不晓得伊那个模仿到底像不像？一片心啊，与你两家早离营，我迄今原是你邻家人，送伊做是本来是，相公与何必挂在心。门的父，你我是缘结成亲啊！自从我父身亡故，又遭大火烧家门，母子毛残妾身，家贫挑水过光阴啊！那一日天荒桥边翁须为，路上迎人多太冷。深深天高平雨多平半夜落雨半天晴女婿家宝挑水马，有步骑马来又乘。他回家找来我娘亲必须退缩要拉婚，不知何时该收银，从此两家的断了情。
演唱是真不错啊，而且两个人的配合也是相当默契。不过现在呢，戏曲界里向有一个表演形式最考验默契程度，就是双簧。侬不要看双簧演起老轻松，其实高头我跟他讲，双簧演起来对吧，真的难哦。两个演员一定要配合熟练，来本子配了滚过来说，而且两个演员要心背一样，这样出来节目呢才会得好看。那阿拉先来看一看。柔桑上台，鞠躬。桑桑，我们在舞台上配合的挺默契啊。是啊，那说明咱们在生活中也非常的默契。哎，那可说不定。要不咱们今天来段音配相，看看咱们在舞台上配合的到底默不默契。哎，什么叫音配相呀？音配相不知道了吧？就是我在后面说，你在前面做；我在后面唱，你在前面演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就是俩人默契一个样。对，好，那咱们开始吧。好。一下。开始。你这说的是什么呀？哎，作为一个演员啊，就得能快就快，能慢就慢。那你这也太快了点吧？好，咱们慢慢的说怎么样？口齿清楚点啊。行，开始。儿啊，我看啦，这个马文才是又dài又毛，又甜又恶，又熟悉又熟悉。这个梁山伯啦，是又熟悉，又熟悉。侬做啥一定要嫁给了梁山伯呢？弟弟。我与两兄同唱同奏，俱有三载。他读书认真，为人忠厚。他虽说没有办官家财，但也是满腹军人，知书达理。所以我是非两兄不嫁。儿啊，我看啦。还是马家好，两家没有马家好，马文才比梁山伯斗智活络，梁山伯是个眼头，我讲到啦，为了侬个前途，为了侬个幸福。为了侬将来日节更加好过，一定要嫁给马文才。我看你这人平时挺老实的你，我今天腰都要给断了。哎呀，好，咱们不说，咱们唱怎么样？唱什么呀？就来段咱们最熟的《梁祝》当中的《十相思》。哦，这个咱们在行。好。夜妹妹，我想情
唱好了没有啊？死亡记娘公公，我想你东边插针。哮喘要发了，哮喘要发了！哦呀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今天被你捉弄的够了。苏阳楼章下台鞠躬。接下来请大家来看一看《九斤姑娘》片段。当中里，阿拉小生张玉凤一改往常唱腔的只行当，来反串一出奇怪调。奇怪调呢是丑国老对，不仅要拿奇怪调这个人物表现了妙趣横生，而且要拿人物个性刻画10目3分。好，阿拉来看一看张玉凤版本的奇怪调。我说他弄只黄毛毛，不该骂我10年牢。说他毛毛没啥个大不了，我就赔侬一只断肠毛。我这不是断肠毛，根本你传毛，也不是你传毛，单程毛，不是单程毛，根本双程毛，也不是双程毛，鬼狐毛，啥是鬼狐毛啦？难道未变金丝毛？侬猜得对，猜得妙，一点不出金丝我搿只金丝毛，一年里会得干净掉，我夜到会得通元宝，会在朝奉吹公宝，通电换骨3000条，3000条通电无分马流，还是我的毛好，侬今朝不陪我通电3000条。哎呀呀呀呀！我将就脱该到那屋里来个侬不要讲，倒是演啥也像啥，我也真服帖了。真想再看下去，但今个辰光没了，不要紧。阿拉下个礼拜继续送清凉，大家不要忘记啊，到辰光收看，拜拜。